自我放鬆練習係一個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嘅自我催眠，用於舒緩壓力、情緒、痛症，快速恢復體力、精神狀態，亦都可以用於睡前催眠，幫助自己輕鬆自然，不知不覺進入夢鄉。呢個練習係通過感受自己嘅呼吸，用肌肉、關節、大腦神經漸漸進入放鬆狀態，達到全身放鬆嘅效果。每日只需要做10幾分鐘，讓自己充下電，保持心情平靜舒暢。經常練習，你會發現讓身心放鬆原來係一件好容易嘅事。越放鬆，情緒越容易控制；越放鬆，情緒越容易自我控制。心胸越闊，彈性越大，與人相處亦都更加容易。越放鬆，頭腦越清醒，創意亦都越嚟越容易發揮出嚟，解決問題嘅能力亦都自然提高，潛能就可以得到更好嘅發揮。用自我催眠嚟舒緩痛症嗰陣，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喺唔舒服嘅地方，將手放喺嗰個部位，做幾下深呼吸，呢個部位亦都會好快放鬆落嚟，痛症會慢慢減輕或者消失。一陣間我哋會試一下。每日只需要做10幾分鐘，與身體產生連結，聆聽身體嘅聲音。原來我哋嘅身體係咁需要放鬆，咁喜歡平靜。平靜出智慧，出力量。平靜放鬆，令身體抵抗力自然提高，身心靈合一。呢個可能係我哋每個人都渴望得到嘅狀態。而家就讓我哋一齊嚟享受下自我放鬆嘅過程吧。